上次看到你比开了屏的孔雀还花俏，今天怎么像拔了毛的烤鸡似的？怎么，二殿下虐待你啦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没工夫跟你吵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姐妹背叛抢你的武德殿下？瘢痕，你有完没完啊？还是太久没下厨了，心情烦闷。你知道京城何处有好吃的杏仁酥饼卖吗？杏仁酥饼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吃杏仁酥饼，可我今天逛遍了城中10多家饼店，不是太甜了就是太干了。杏仁酥饼？其实如果你会做饼的话，我家的厨房可以借你用的。真的吗？只不过有个条件，就是你得让我试吃才行。快尝尝，尝尝。真的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看。郑婉瑜，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厉害。以后我也要找一个会做菜的娘子。京城中会做菜的闺秀可没几个。确实没几个，只可惜你是皇子妃，不能。我是说，你是皇子妃，不能做菜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呢？你想娶谁，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本世子想娶谁，本来就跟你没关系啊！什么姑娘我娶不了啊？你这小姑娘，怎么心思这么多呢？比我姐还夸张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姐从小到大最厉害的就是往脸上贴金。你在说谁坏话呢？姐，哎，正好，她呀天天夸你厨艺好，我有个忙，正好找你帮。班府厨师甄选会现在开始。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你吃都没吃，怎么就叫人家下去了？做菜呢要色香味俱全，那2盘菜也太丑了，没必要吃。你也先下去吧。你们3位的拿手好菜都各有风格，我这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判定。你淘汰。为什么呀？你容易冒汗，不卫生。啊？去。恭喜2位，菜拿去倒了吧。人家都走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菜多好，就这么扔了，多可惜啊！珍惜食材，并能懂得吃的，才是好厨师。郡主，就是他了。